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巨鯨交易。今日係2026年1月30號星期五，繼續同大家跟進翻黃金同埋白銀嘅走勢。開始之前呢，留意呢以上內容純粹圖表技術教學分析，並唔涉及任何投資建議。咁啊，睇翻白銀成個歐陸，見到呢一個橙色圓圈波浪，咁我哋咧而家絕對係呢一個嘅三浪入邊嘅。咁點解會有呢一個絕對嘅三浪呢？就係其實都係成個黃金嘅邏輯，講緊美元會有機會做翻個貶值嘅。咁啊，黃金咧係呢個資產嚟講咧係會提升。咁我哋可以咧輕輕簡單計一計啦。呢個三浪嚟講咧，佢嗰個目標比率咧可以推到邊？咁我呢度咧用咗個延伸比率。123咧推咗呢個三浪嘅目標，咁啊呢個三浪目標咧推到4.618咧就係 exactly 5500蚊左右個位置嘅。咁如果再順推一個比率咧，咁就要推到去5啦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而家如果從一個大嘅宏觀嘅角度咧，我哋十分有條件咧係懷疑呢個三浪咧有機會係介乎5500蚊啦至到6000蚊呢個位置咧。短線有機會懷疑三浪會喺呢一個區間入邊見頂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睇翻一個比較細嘅 time frame 啦。細嘅 time frame 咧係睇翻呢一個1、2、3、4去5浪入邊呢度嘅。咁你見到咧，從日線圖睇到，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推動浪嘅。細嘅子浪1、2、3、4、5，嗱呢個5浪咧比較長嘅，波浪理論入邊咧比較常見嗱，但係佢絕對係有條件咁樣發生嘅，係啦，因為其實只要嗰個三浪長過個一浪，同埋唔好再成為5浪入邊最短個浪形嘅話咧，成組浪嘅結構咧都可以成立嘅。咁你見到咧1、2、3、4、5嗱呢個5浪咧相對嚟講比較長嘅，咁啊有條件咧喺呢一個區間入邊咧。做翻一個見頂嘅動作嘅，咁啊4去5浪入邊咧都好清晰見到啦，做到個1、2、3、4、5浪。而家我哋好大機會係喺4去5浪入邊嘅4去5浪嘅入邊嘅有機會做到個4去5浪，清楚嘛？咁啊浪形嚟講咧都相對嚟講比較複雜，咁咧我唔同你哋。大包圍啦，咁我就直接同你講咧，5500蚊好大機會係今次牛市嘅頂部。嗱，如果再推就係6000蚊嘅啫，係啦。咁我認為呢一個嘅大三浪咧，差不多要同美股一齊咧做有一個見頂同埋一個調整啊。咁嚟緊咧有機會做翻一個比較大規模嘅4浪嘅調整。咁啦，咁而家其實個問題喺邊咧？咁我哋要縮翻4小時圖去睇。咁個問題咧，其實就係話會唔會仲有機會推多一下上去？好啦，咁從波浪嚟講，頭先講過1、2啦、3、4、5，好啦，咁因為咧呢度咧個浪嚟講咧，其實佢都做得比較清晰啊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佢好大機會咧係息 set 咁樣打上去嘅。咁即係話換句説話嚟講咧，佢呢一個嘅4去5浪咧入邊應該隱含住一個 A、B、C 浪嘅。好啦，咁睇翻浪形嚟講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機會呢個係 A 浪啦。A 浪落翻 B 浪調整，咁即係話咧，我哋要喺呢個 C 浪入邊咧，希望可以好清楚咁揾到5個子浪嗱。如果有機會揾到個5個子浪嘅話咧，呢一個浪形咧都要懷疑佢差不多要見頂。好啦，浪形嚟講再縮細1、2啦，咁呢度可能係1、2、3、4、5打多個1，咁即係話如果從波浪理論嘅角度嚟講，佢有機會係呢度3、4、5啦。好，我調整一下啲顏色先啦，因為驚大家混淆。好啦，咁呢個5浪會喺呢度4、5浪入邊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縮細啲啦。咁呢個4、5浪入邊咧，其實咧你都會見到好清晰1、2、3、4、5。咁即係話，如果用翻一個最悲觀嘅角度，黃金有機會同埋美股一齊見頂。好啦，咁如果我數錯嘅話咧，咁就可能仲有多一個嘅子4浪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如果佢係一個4浪嘅回調嚟講咧，我哋可能有機會會要當呢度係1啦、2、1、2、3、4、5呢度會做多個小規模嘅4浪，即係話佢有條件係1、
而一二三四五打多個四浪落嚟再上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佢喺呢啲低位嚟講咧，冇辦法守到向四浪向五浪再推嘅話咧，呢個五浪有機會其實已經完咗啦。咁即係話，我哋而家用一個細嘅二浪調整拉個比率，咁你見到咧，佢係好明確咁守住5108蚊呢個位置，係啦，咁啊打咗個雙底反彈。好啦，咁即係話，基於目前嘅判斷，呢一個四浪仍然都有機會發生，如果冇機會發生嘅話，即係話我有機會數錯啦。如果數錯咗嘅話咧，就有機會將呢個二浪擺呢度，一浪向上騰，然之後三浪搬翻去呢度，四浪搬翻去呢度，五浪搬翻去呢度，咁有機會全部子浪咧已經出齊噶啦。好啦，咁嗱，短線要留意呢個位置啦。咁5108蚊，咁其實咧，如果再縮細啲睇，縮翻15分鐘，其實你揾唔到任何推動浪嘅信號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尋日呢個急速下跌啦，反彈並沒有推動浪，係咪？推動浪唔係咁樣嘅，係咪？呢個唔係推動浪嚟嘅，呢個唔知係乜嘢浪嚟嘅，係啦，可能係 XY 浪啦，向下調整。咁即係話，因為佢打咗個雙底，如果佢呢度冇辦法成功順利屈翻上去嘅話咧，大方向要判斷啦，美股有可能即將見頂啦，同時間配合翻成個黃金嘅波浪，呢一個嘅超級無敵大三浪有機會見頂。咁嚟緊咧，有機會要有一個四浪嘅調整嘅。好，咁啊呢度希望大家清楚明白成個嘅遊戲玩法。好，睇一睇白銀嘅走勢啊，咁白銀走勢咧都係相當之厲害啦。咁其實你見到佢隱含住咧好多細嘅子嘅一二浪。咁浪形嚟講咧，就應該同黃金咧相差無幾嘅。咁但係咧我認為黃金嚟緊未來嘅走勢嗰個升幅會多過。我認為白銀嚟緊未來嘅升幅咧會多過黃金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嗰個子浪嘅一二浪咧，相對嚟講比較多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嗱，理論上啊，我哋而家應該係喺呢一個嘅淺藍色數字呢個週期入邊嘅。好啦，講一個比較悲觀嘅數法先。悲觀嘅數法，呢個三浪可以擺呢度，四浪擺呢度，呢個五浪同時間都可以擺呢度，咁但係咧，我而家覺得咁樣嘅數法咧比較奇怪，所以咧我會 expect 佢呢度咧做多個一二浪延伸浪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應該要睇一個細嘅括弧一浪，一二啦，三浪入邊咧一二三四五咧已經出齊啦。咁即係話換句説話嚟講，我哋應該都係有條件要做一個四去五啦，然後先係真正嘅四浪調整。咁所以咧睇圖嚟講咧，白銀同黃金咧呢度有少少唔能夠同步，因為白銀咧呢度咧仲有個細嘅四浪，而黃金咧有可能個細嘅四浪冇咗，咁所以咧呢度咧要 bear in mind 咧呢一個浪咧有可能行唔到，有可能行唔到嘅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佢嘅三喺呢度啦，四喺呢度啦，然後五喺呢度。咁變相咧，佢其實等同於黃金一樣，呢個中型再大一級嘅三浪嘅規模咧，有機會完咗。咁我哋同時間咧兩邊咧都要面臨一個比較大規模嘅四浪調整。咁留意白銀呢度咧係做咗個息石嘅，係啦 flat 型雙型嘅調整啦。咁所以咧呢一個下一個嘅黃金嘅調整咧，好有可能係一個急速下跌息石嘅四浪。係啦，咁呢度要留意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咧比較細嘅 time frame。好啦，細嘅 time frame 咧，懷疑呢一度喺2025年11月啦，呢度做咗個底嘅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用4小時圖去睇4小時圖咧，其實都比較清晰啊。係啊，你見到呢度咧有可能係做咗個1啦、2、3、4、5，係咪？咁啊呢度有可能已經係某一個浪嘅終點啦。如果用一個最壞嘅打算，1、2、3、4、5，係啦，咁啊全部都用一個息 set 去到睇嘅，係啦，咩意思？即係佢可能係咁樣啦，
咁樣啦，咁樣 A、B、C 係啦。咁如果佢變一個推動浪嚟講都得嘅，但係而家暫時嚟講咧冇證據。好啦，推動浪會點樣睇？嗱，如果推動浪咧，佢就會變好多個一二浪喎，都係咩意思？即係話呢度佢有機會係一啦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啦。好啦，然後再仲有一個規模嘅一啦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啦，然後呢度仲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咁個方向會係咁。嗱，而家咧咁樣講咧有啲複雜啊。咁我哋再睇一睇佢呢度短線，睇下呢個四浪有冇可能喺呢個區間入邊揾支持。好啦，一齊拉呢個比率。係啦，大家係同學仔或者係會員嘅話咧，應該好清楚點樣用噶啦呢啲比率。好啦，見唔見到一個好神奇嘅現象，就係佢喺106蚊嘅位置，106.5號9嘅位置插針有支持。咁即係話其實佢呢幅圖嚟講咧，側面同黃金印證咗咩意思？即係話頭先黃金開俾大家睇，頭先黃金呢一度5108蚊，係咪都係插針？咁即係話，如果大家都喺呢個四浪入邊守住呢個比率嘅話咧，大家仍然都要有望，仲可以推多一個浪上去嘅，係啦。咁呢度會係一個四浪嘅第一個支持區間。好啦，留意四浪嘅支持區間咧有啲闊嘅。如果跌穿，要望到102蚊。如果跌穿106，有機會會落翻去102.35先再上，係因為頭先講過啦，呢一度揾唔到推動浪嘅證據，清楚嘛？咁呢度成個歐陸再俾一次大家，希望大家清楚自己係喺成個宏觀嘅黃金同埋白銀嘅地圖入邊，知道自己喺邊一個位置相當緊要。咁咧，我哋而家我都不停咁提醒大家啦，美股同黃金咧而家絕對係一個好有風險嘅位置，係一個絕對高位嚟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大家要謹慎投資啦。好啦，去到最尾咧都睇一睇我哋會員做成點啦，最近嘅投資。咁就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跟進啦。咁今日咧可以同大家睇一睇，會員都做得唔錯啊。咁啊，我哋先睇一睇會員啦。咁啊都唔錯係咪？嗱，呢啲係講緊1月28號啦，即係早2日嗰啲單嚟噶啦。咁啊都有1000蚊美金啦。咁啊 TAO 啦，TAO 啦。咁啊都唔錯係咪？一張單賺到800幾蚊美金。咁啊都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啊。係啦，徐定富小朋友啦，咁就有3-4千蚊啦，係啦，係唔錯啊，大家做得幾好。咁嗱，喺呢一個嘅牛市啦，咁啊應該係人都賺錢噶啦，匿埋眼買入去，係啦。咁最緊要係乜嘢咧？就係話我哋喺呢一個嘅黃金同埋白銀上升嘅派對入邊咧，一定要睇住後欄有冇着火，係啦，呢一個好緊要，因為你唔希望你自己賺咗嘅錢會喺呢度輸翻俾佢噶嘛，係啦，咁所以咧短線我都覺得係可以做翻一個比較保守嘅動作嘅，係可以嘅，係啦，或者你想少量嘅進取咯，因為頭先我講過白銀同黃金咧，而家有機會係喺呢一個區間嘅頂部區間，係咁啊一定要小心玩，係啦，咁啊睇翻 MP 多謝牛總提示高位走啦。我係純粹假學㗎咋，我冇叫到你係高位走㗎，記住係啦。咁你見到佢嘅單咧都係相當之誇張啦，有4頁啦，佢有係咪？咁你見到2000蚊一張啦，咁呢度6000蚊啦，6-7千蚊啦，美金喎，跟住呢度又6-7千蚊美金啦，跟住呢度又哇好誇張，真係好誇張，係啦。咁呢度可能都賺咗，就咁估啊，6-7千7-4-28。係啦，咁就28,000蚊美金，咁即係其實都賺咗，我諗20幾30萬咯，係唔錯。係啦，咁啊表揚有表揚嘅好啦，咁就輸錢都要學喺嗰個交易路上要不斷咁提升自己啊。咁啊最重要係呢樣嘢係啦，因為最緊要係自己學咗啲技術分析，
袋落袋，同埋對你哋投資有幫助。好，今日嘅廢話咧講到呢度啦，咁啊我哋下一節嘅分析再同大家見面。